这条母狗叫霸气，五黑母狗，应该有小狗了。现在去问一下狗的主人。喂，嘿，哇，go，go啊哥！我是过来看小狗的，想不到这条母狗这么凶，现在已经叫主人把这条母狗關起來了。唔該定咯，佢隻定咗啦。嗰隻狗公醫嘅。哦，嗱咧燈籠茶嘅。那個最難看的，這有人定了，我看不上這個。這麼凶的母狗生出來的小狗沒有多久都有朋友定了，現在去看一下這些小狗有什麼特別。現在6條小狗在這裡了，我們看一下哪條比較好。我俾我，來我看一下這條，是小母狗這條是，這個舌頭都完全黑發了，這條是五黑小母狗，看這條也是小母狗，這條舌頭也是完全黑發了。這麼凶的母狗生出來的小狗，偏偏這麼多人想要，原來這些都是純種的中華田園犬五黑小狗啊！好了，這期的視頻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，我們下期再見了，拜拜。